3月19日嘅議息會議同埋2026年嘅利率預測。根據呢個喺3月17日嘅報導，大行 JP Morgan 推翻咗之前喺2026年嘅減息預測，並將下次減息預期推遲到2027年嘅首季。Barclays 亦都調整咗利率預測到2026年全年利率不變。由於中東嘅衝突持續緊張，使到全球嘅能源價格上升，有機會推高通脹，使英倫銀行要重新評估通脹風險，調整利息變得審慎。另外，我哋都觀察到最近呢一週，好多貸款機構開始向上調整新造按揭嘅利率，反映利率市場嘅壓力。至於想買樓嘅你，相信喺呢個中東衝突、通脹嘅陰霾底下，會有更大嘅議價空間。若果想獲得更多買樓同埋做按揭嘅資訊，可以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。有按揭需要嘅朋友可以聯絡我哋作進一步嘅諮詢。